阿英，我知影，你一定互恁后母甲你赶出去。阿英，现在你是流落伫什么所在呢？阿英啊！是啊，足真啊笨咯。咱即摆听完水拄到心头的新闻咧，甲带到分别好听到啊。是，对。喂，行，喂，行嘞，行，不听人，迄个范冰的夫刑啊！我水去退兵去啊！我水退兵，一头这样是要过去了。这走。大家免惊，贵王爷已经从铁幕里赶走，你是无辜的百姓，我是要来救恁出去，将家人门拍开。这姑娘你也袂用走。马姑娘千里找夫，历尽辛苦，真是令人感动。你未婚夫确实叫做自奉母性。是啦，阮自从离开了后，就毋捌阁见面啊。既然各有名有姓，马姑娘若要找，比较就较容易咯。是啊，马姑娘，要无你就暂时住在阮家，我才叫王爷命人去找父母的消息。夫人，这要哪会用的？我是一个无爸无母，我要哪会用咧踮在遮来打扰王爷甲夫人？故事。万笑，马姑娘，你既然阁无愿意暂时踮在我的王府，要无你有啥物打算啊？我要来去找父母的下落，无论你在天边啊海角，我就要来去找。马姑娘确实是一位意志坚强、有勇气、有主见的好查某囡仔。王爷，马姑娘即嘛是无家可归，也咱夫妻膝下嘛无子女，不如该收起来做义女，安尼生伊唔就用个名正言顺，住在咱王府咯。夫人啊，你讲这个话正合本王的意思啊！小姐，王爷并无子女，
圣姨要收你做义女，你毋着赶紧跪落去拜谢义父义母。拜义父义母。小等大爷，大爷，慢点走啊！是安怎？唔讲互你招菜也袂晓做，喏，你这这个规扫扫风扫一罐哈？老先生学大爷，实在是安尼啦。今仔日伫这受你炖这顿酒哦，是甲恁接风的接风酒呢。哈？接风酒？你管你啥物接风酒？无啊，我问你，啥物人歹来讲？恁到底是小娘山的人，或者是飞龙山庄的人？你甲放手，我才老实甲恁讲。哎呀，阮是上庄主派阮来要迎接恁去这个飞龙山庄。飞龙山庄。恁这老先生是要创啥？代志有一点仔奇怪。来讲这代志，飞伫小牛山已经到，要无咱先来镇上找一个客栈休困一下再讲。咱来去。齐姐主，本庄主唔答应出事。为什么？敢讲你认为本祭主无合作的生意？小牛山若是唔将银行的开采权献出来，合作嘅代志别讲。小翠，你真是欺人太甚！你也唔通贪着讲本庄美娘大杀，你是讲我会将牛草献出来是？小牛山金矿的收入是本祭经济来源，阮绝对袂当交互你。啊！喂，上庄主啊，你若要这么固执哦，安尼咱免有法度通合作啦，啊！既然大家甲袂当合作，安尼就煞，此某绝不强求。哼，敢讲我来讲救你心？你，钱老弟，在，来转来去。是。杨真主，咱来当互相礼让三分，啊代志敢是就会当解决，联合组织义军是咱最大的愿望。我老实，但我性格你也上解了解。三番两次这解咱真心解合伊啊！哈，伊倒一边来顺利交协议咧。徐祭主确实是太固执。哼，若是甲我气起来，大家反面就直接表现相反。本庄主，小的已经将老先生应该迎接来啊。哦，庄主，老文公甲吴大爷，我已经甲听下来。哈，这。老文公，请你是我拜下救命之恩。大家请紧起来，紧起来！谢文公，迄阮以大家素昧平生，怎想得去这样的代理？文公，恁声声句句称呼我是文公，这是将我说去。老文公大义大德，10几年以前，我甲父兄拢受到文公的救命之恩，甲这阵也未报答。文公，敢讲你迄个袂记，高邮官释放人夫的代志，
全盘的底，感受丰富。迄个时阵，虽然我年纪轻轻来讲，也毋过我永远就袂当袂记温公的义德。哦，上庄主真是有心，这个代志我都已经拢总袂记咯。以后唔通安尼称呼我，叫我老记就好。是，请。哈哈，无啊，上庄主啊，你是真害咧你啊！啊，你要变这个把戏，你嘛要明早甲我讲个清楚一下。阮安尼歇店啦，食酒菜，拢总有人替阮纳钱，我就是讲是歹人要害阮咧，害俺一寡好料的，拢唔敢食。上庄主，恁若装定走去阮小娘山头错木材，阮庄主叫我送这张拜帖来互你，希望你会当互阮一个交代。过是。会庄主啊，你莫相信伊的话，我并无去偷摕伊的木材啊。你退去，本庄主自有拍算。是。上庄主，这到底是什么事？什么人派伊送拜山帖来？小娘山启达。啊！上庄主啊，原来你甲小牛山你有过节仇，无关系，俺吴大爷来去替你解决。大海，唔通随便跨海口，恐惊这毋是一工两工的代志。安尼哦，无卖。小庄主，恁上方是为着什么事发生争执？我本来是要组织义军来消灭掉乌元，也协义军真济遍，但是拢无结果。哦，这是一件好事啊！大家拢是共款忠心爱国，无一定我会当为大家尽一点仔力量。哦，那你应该感谢老先生。朱大哥，顶一天的片仔声，敢真是秀元公你分的？哦对，就是这支片仔，这是阮两个人要离开的时阵，我送予伊的信物。如今只见到这支片仔，却无看到伊的人影。拢是我唔好，若毋是我平来拖累着你，你嘛应该专心去找秀元公。你莫安尼讲，我甲伊离开已经遮侪年啊。我是听人讲，伊还后母甲伊赶出去了后，马家就遭受病灾，一直到现在拢总无伊的消息啊。乱世之秋，毋知害苦偌济无辜的百姓，甲拆散偌济本来的父亲，就亲像你，也搁有我，甲我的后婿面对。我一定会带你到江北的所在，找恁翁甲你团圆。万难之
药好啊。没讲呢。我家己来是不？朱大哥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，我袂用搁再拖累伊啊！我都要离开，可以会当专心去找伊的未婚妻才对。灰姑娘，